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智慧之视》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天灾。罗西亚总统宣布要伫乌克兰进行特别的军事行动，首都基辅传出爆炸声音，真侪居民赶紧离开，要去避难。因为乌克兰加罗西亚战争影响全世界股市拢伫咧落，但台股也是受到影响，落尾落461点。国内疫情渐渐稳定，对3月开始有放任措施，试大场合也唔免挂水，暗地经检验变10天加7天，也开放外国商务人士入境。讲到罗西亚的总统普京，伫当地时间24透早6点，透过电视发表谈话，宣布要对乌克兰南部的顿巴斯地区展开特别的军事行动。乌克兰有真侪所在就随传出爆炸声音，连因的首都基辅附近也当看到爆炸的光影。罗西亚媒体表示讲，罗西亚的军队的战车已经踏入去乌克兰的领土啊，甚至讲无人反抗，而且也将乌克兰的空军压制落来。不过乌克兰是无同意罗西亚这款的讲法。乌克兰总统伫24宣布全国实行戒严，也宣布要和罗西亚断交。Мною принято решение о проведении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Ее цель – защита людей, которые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8 лет подвергаются издевательствам, геноциду со стороны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罗西亚当地时间24早起6点，总统普京宣布，军队会在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展开特别军事行动。Кто бы ни пытался помешать нам, а тем более создать угрозы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для нашего народа, должны знать, что ответ России будет незамедлительным и приведет вас к таким последствиям, с которыми вы в своей истории еще никогда не сталкивались. Мы готовы к любому развитию событий. 远远看起，建筑物乌烟是一直闻出来。根据塔斯社的报道，罗西亚已经将乌克兰空军基地毁掉，让因防空系统无法度运作。不过乌克兰军方并无反击。另外，乌克兰首都基辅甲第2大城卡尼科夫，去有民众翕到暗时啊去有炮火攻击的画面。 Here in Kiev, in the capital, we heard a number of explosions off in the distance overnight that sort of jolted the city awake, and more recently, air raid sirens indicating that some of these attacks are getting closer. 乌克兰外交部长伫个文表示，罗西亚已经全面发动入侵。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24想要甲普京通电话，不过完全无法度得到回应。伫罗西亚发动攻击了后，泽伦斯基召开国安会议，宣布全国实施戒严，呼吁民众来保持冷静。 Росія здійснила удари по нашій військовій і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і та по нашим прикордонникам, прикордонним загонам. В багатьох містах України було чутно вибухи. Ми вводимо воєнний стан на всій території нашої держави. 伫22甲23，罗西亚政府发出一系列飞航公告，宣布为5月18开始封锁乌克兰东部部分的领空，禁止民航机进入航线，那像就是咧预告要展开军事行动。针对这点，乌克兰国会伫23通过法令，设立军事指挥行动总部，要来应应罗西亚入侵。 We are in conversation with Ukraine regarding the cyber-related needs, including as recently as today. 另外，23乌克兰国防部甲外交部等等的政府部门，也佮有商务组织的网站，把规个袂顶袂当，疑似是去有罗西亚的海客攻击，也拿美国嘛已经介入了解。普京宣布伫顿巴斯地区发动军事行动进前，罗西亚有承认的顿内茨克甲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嘛开始征调后备军人，准备去前线作战。 另外，嘛有不少居民赶大包小包，先退离去罗西亚避难。公司新闻王碧文报道。罗西亚总统普京对乌克兰发动特殊军事行动，伫联合国安理会顶头，罗西亚甲乌克兰的代表是互相批评。另外，美国总统拜登也骂罗西亚这款行为惹是成非的攻击行为，也讲会找一个7大工业国的领袖召开紧急会议，要用上严重的措施制裁罗西亚。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攻击，美国总统拜登23日去写文章表示，全世界祈祷甲乌克兰同在，因为因遭受俄罗斯军队无理的攻击。普廷总统选择一场有计划战争，将带来灾难性的人命损失甲苦难。俄罗斯必须为这件代志负责。美国甲民国将团结做出回应。尾啊，拜登也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表达支持。白宫发表的声明指出，当地时间24早起9点，要甲7大工业国领袖举
举行线顶闭门会议，参详上界严格的制裁。中道过了后，会对全国发表演讲。另外，国家北约民国协调，确保采取强国有力统一的应对做法。联合国安理会原本当地为乌克兰危机召开3天来的第2场紧急会议，希望及时敲响普丁出兵。无预告23会议拄开始就传来宣战的消息，和各国的努力拢乌有去。乌克兰代表甲轮代主席俄罗斯代表在场就对呛。This is the saddest moment in my tenure. President Putin, in the name of humanity, bring your troops back to Russia. In the name of humanity, do not allow to start in Europe what could be the worst war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century. Call Putin, call Lavrov to stop aggression. And I welcome the decision of some members of this council to meet as soon as possible to consider the necessary decision that would condemn the aggression that you launch on my people. There is no purgatory for war criminals. They go straight to hell. Не производим агрессию против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а против той хунты, которая захватила власть в Киеве. Список ораторов исчерпан. Заседание закрывается. 部署伫波兰的美国陆军第82空降师增派4700个兵力，进驻东部城市阿尔拉莫营地。甲俄罗斯的军队已经离境瓦了。英国、德国、法国甲日本这国家也陆续出现示威抗议。德国布兰登堡的大门拍乌克兰的国旗色黄蓝两色，表达坚定的支持。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讲到罗西亚攻打乌克兰，目前乌克兰是进入紧急状态。这场战火也影响到全世界股市。昨暗美股4大指数全部拢落，今仔日台股收盘大落461点，落尾收伫17594点。亚洲股市也同款是落，亲像香港的恒生指数更加落863点。这个行政院也表示讲，会继续注意，若准有需要护盘，一定会出手。俄罗斯总统普廷宣布对乌克兰采取特殊军事行动，台股开价行价，一开盘就落116点，盘中擘大落494点，到17561点，逼出去年11月以来大量。台积电落21点，收跌604块，落的幅度3.36%。台股最后是落461.88点，落2.55%，收跌17594.54.55点。非理性的或者恐慌性的影响到正常的这个市场运作的情形，政府一定会密切的注意。如果该出手去维持这样市场的秩序跟功能的话，一定会出手。国安基金执行秘书长翁清华也信心发声，强调台湾经济基本面正好，投资人要有信心。若出现非理性大落，表示会召开临时委员会讨论应对策。另外，亚洲股市也受影响，日经指数落478点，落1.81%；香港恒生指数阁大落836.17点，落3.53%。前一暗，美国4大指数全部收乌，纳斯达克费城半导体落的幅度超过2%。暗过支持布兰特原油甲美国 WTI 原油期货计数0.5%，布兰特原油现货计数是2014年以来第一摆超过100美金。区域上面的一个冲突，不管是战争也好，这种都是短线大盘这个回档之后呢，其实也都会做出反弹。毕竟这个是一个非基本面的一个因素，那股市呢反映的是经济基本面的状况，所以。这种区域的冲突呢，对于股市的影响通常都是短时间的。俄乌紧张情势相关，欧美各国拢对俄国这次经济制裁引起全球金融市场无稳，分析师认为对台股来讲未造成长期影响。经济制裁效果如何，这都要搁评估。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乌克兰的台湾人表示，透早就听到空袭警报，真侪人拢赶紧去到西部或者是安全的所在要来逃生。那准备咧返来到台湾签证，却爱走去莫斯科办理，却去互投诉讲真无方便。外交部表示，对25开始由波兰办事处会当兼这项业务。目前还阁有33个台湾人伫咧乌克兰，外交部也呼吁讲赶紧离开较安全。This morning, I already heard siren calls, even in this most western part of Ukraine. This siren calls means that we should go to bomb shelter or just
something emergency. 防空警报已经响啊，超市甲药局也出现真侪人。目前伫乌克兰西部的台湾人洪家成，当拍算收行李，往较安全的所在去。伊表示，目前乌克兰真惊吓，虽然想要回台湾，毋过有一个问题，就是两个人虽然结婚，毋过还未摕到乌克兰政府所发的证明文件，即马情况更加危急，更加歹办理移亲签证。有签证上的问题，再加上肺炎就是 COVID-19 的检测这些。所以会有很多麻烦的手续要做。那我个人的打算就是，如果波兰可以去就去波兰，如果波兰不能去，我会继续往西南方的山区移动。因为咱国伫乌克兰无设关处，想要办理手续，爱去莫斯科办事处。有不少台湾人反映，伫这个紧张的时阵真无方便，所以外交部宣布，自波兰代表处为25开始兼办业务。明天开始来监辖在乌克兰相关领务。就是文书认证、签证核发。目前外交部统计，乌克兰境内拢总有33个国人，有10个考虑最近离开，因为战争有可能全面爆发。外交部再一次呼吁所有国人赶紧离境避难。伫台湾的乌克兰人也正烦恼厝的人的情形。台南的走马热农场有6个乌克兰特技小演员，听到战争的消息，也赶紧向厝的人探听状况。目前厝的人拢伫中西部，也算安全，因为疫情已经2年无回去乌克兰。It's better to know we are here, and here in Taiwan is safe. Is safe from COVID. Is safe from Ukraine's situation now. 乌克兰团员表示，即卖情形颠倒点伫台湾较安全，不过也烦恼家乡亲人的状况，希望紧张的情形袂持续伤久。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7个本土病例，这内面有1个病例是伫咧台北市加强型的防疫旅馆负责甲隔离者采检的护理师。也因为咱国内疫情渐渐伫咧稳定，政府宣布讲对3月初1到30日这段期间会放零防疫措施，有7大场合是唔免挂嘴暗的，大众运输也开放假释，而且对3月初1开始入境的居家隔离改做是10天的隔离，加上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而且开放外国的商务人士来台湾。另外，对3月初1开始，这湘北、桃园、高雄以外的宗教机构拢会当去探访。学生伫篮球场咧拍球，喙暗嘛有挂好，遵守防疫规定。不过，即马国内疫情有较稳定，指挥中心宣布，为3月初1至30日，会放零部分的防疫措施，包括伫咧室内外运动、翕个人或者是团体的相片、直播、录影、主持甲家己开车等等7种场合，都会当免挂喙暗。也若卖场、超市甲市场，卖另外要求人流管制，而且开放试食、高铁甲台铁等等的大众运输开放假释。办到买当达到去敬酒。因这个目前我们还是有这个像吃饭、唱歌的这类的群聚哈，所以唱歌目前我们还没有在3月份的时候开放。餐饮场所、餐厅哈这些地方，当然还是要严格来落实10连制，主桌敬茶敬酒的时候能够保持适当的这个社交距离。另外，为3月初7饭店开始入境居家检疫，缩短做10天加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检疫的场所以1人1户为原则。而且检疫的期间爱做2届 PCR 甲5届快筛的采检，也若即届嘛取消离岛机场甲港口的快筛措施，嘛会放零回台湾境的商务人士来台湾。独立的门牌地址，第二个是要有独立的对外的出入口，所以它就可以跟非居家检疫者的生活范围不会有所相通的状况哈，这个也要。那第三个是检疫期间内没有其他的居家检疫者。就伫咧准备调整放零防疫规定的时阵，国内也是新增加73个带病入境，还佫有7个本土病例。这7个本土的个案内底，暗号20317是台北加强型防疫旅馆的护理师，捌伫咧2月17甲18替落地采检的旅客做体检，而伊出现症状确诊，目前感染源还伫咧调查。也若宗教协会关注案，是佫新增加2个人确诊，是暗号20248因小弟甲外籍看护有带做伙。另外，高雄沙石仔场的关注案拖出去的暗号19644因老爸，也有因阿姊甲小妹嘛拢确诊。也若凤山家庭关注案暗号19732因老爸伫咧居家隔离的期间有症状，叫医生看采检了后转阳性。因为是一个确诊者的防疫旅馆，所以可能是在接驾进出的时候，这样的可能性是相对的比较高。
指挥中心最近开放商务人士来台湾了后，下半年可能会恢复国际旅游。不过，国内有医师就认为讲，65岁以上的集会人，甲有慢性病病史等等当前高风险的族群，唔通遐尔着急，都要出国旅行。记者综合报道。主计总处发布上届新的经济预测，甲今年的经济成长率调悬到4.42%。虽然即马开始要渐渐放零封锁啊，不过这无薪假的人数却是增加出来，特别是服务业增加8000多人。旅游业者也呼吁政府讲，赶紧把这边境开放的时间排出来，让业者会当量早准备。这间30人的旅行社，总过2年疫情到即马，剩10名员工，办公室内底无什么人。有员工签署减班休困同意书，参加政府补助培训，但未来边境解封才搁转来。根据劳动部公布上新的无薪假统计资料，全国2293间企业实施无薪假总人数14560人，比顶一期增加431人。主要分布伫机关服务、批发、小卖、甲住宿、餐饮。虽然无薪假人数收靠较济，不过主计总处带来好消息，上首今年经济成长率推高有4.42%。疫情依旧难测，不过对全球经济活动的冲击已经减缓，国内半导体与回台厂商持续的投资扩增产量，加上产品价格走高，出口金额可望持续的增加。即马疫情等后慢慢解封，有国际邮轮也来台申请靠港，以及地旅游出名，主打地中海、亚洲甲加勒比海地区形成的旁路邮轮，看好亚洲市场，伫今年2月申请来台。不过航港局认为，上岸本家无符合台湾邮轮护航防疫相关措施，要求业者补件。收到那个法方正式的一个回文，那确认这艘船已经暂停了台湾的申请作业。基隆港过去是亚洲第2大的一个客源地哈，那如果是真的没有船进来的话，实际上是非常可惜。整个国家防疫政策下的结果哈，不代表我们不欢迎他们来，我们非常欢迎哈。那我们也会在适当的时机，如果开放的时候，那我们也会加强各种行销，来促进这个邮轮的发展。指挥中心规划3月7日开始先放零非本国籍商务人士来台。交通部表示，配合国家防疫政策，因为国际疫情依然严重，目前无开放国际邮轮，并不代表无欢迎。若是开放，会全力行销，和邮轮靠港应带动观光产业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受到落几日港的大水雨影响，伫基隆港仔寮的山区，昨暗煞是熊熊崩山崩落来，连这路边的资源回收场也对着土石仔规个链落来，甲下骹的公园砍掉咧，险险是砍掉这邻家厝，好佳在是无人受伤。市政府是赶紧派人来征收，目前也正咧调查崩山的原因。为基隆信义区已经放弃的公仔寮山区看落，规片的土石拢放弃，路边的资源回收场的货柜啊、甲废弃物等等的物件，嘛规个拢连落。为空翕的画面，会当看到崩塌的面积是真大。市府23暗时接到通报了后，随派人去现场了解，估计这个崩塌的范围有80公尺长、40公尺宽，也那深度是20公尺深。如果有塌方的话，那个水啊，还有那个泥土啊，侵入到了民宅啦。没有地方可以玩，会怕说在土石如果突然下来的话，那小朋友其实是很危险，因为他们都骑脚踏车到处跑。土石甘树啊，是一路放到下骹的中教公园遐去，一般的篮球场是强要无快，而且离附近的人家厝是真近，迄块地啊在地居民是拢感觉真惊吓。当地里长甲民代嘛拢有去现场关心灾情，而且讲当地是真少发生这么严重崩山的灾情。崩塌的这个地方是因为它第一个它没有挡土墙，那第二个就是因为上方有这个资源回收厂，呼吁民众在这段时间暂时不要到我们杠子寮还有我们的教宗公园来运动跟活动。这边的话，以前的话其实是有，但是都是小面积的，并非这么大的面积。对，那个时候的话，其实都是小块的，可能落石或之类的。这一次的话，有可能是因为说豪雨成灾。市府23暗时除了甲公仔寮山区的部分车路封起来。而是嘛派工程人员去抢救，要来阻挡这个土石佮崩塌，避免危害到附近民众的安全。为了避免后续的土方影响到住户的安全，所以我们现阶段早上的时候，我们机具已经在10点半的时候进场，做一个挡土支撑的围设。明天会把钢板桩吊进来，那做第2层的加强防护。市府强调讲，目前会先做冻土墙，甲土石控制伫公园内底，也若这土块的量
估计有64000立方公尺。初步看来，养护工程需要8个月的时间。也若崩山的原因，敢是甲连续几啊天落大雨，地势边坡崩起，或者是有水土保持无适当的问题。即嘛包括市府政风处、农委会、水保局等等的单位，拢有派人去现场了解，要来理清代志发生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双中城大楼发生火灾，造成真严重的死伤。行政院伫今仔日通过公寓大楼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和消防法的修正草案，强制要求若准有危险记录的公寓大楼，就要成立管委会，甲本地违规的上档罚到30万。这条法规，即马是改做讲，这公寓大楼内面每一户上悬会当罚到20万。去年10月14日火灾造成双中城大楼严重死伤，46人死亡，43人受伤。事后清查大楼无成立管委会，避免各有类似悲剧发生。行政院会24通过公寓大楼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加消防法修正草案。罚了你还是不肯成立，那我就直接指定了。那由政府公权力的介入来改善这样的一个问题。修法了后，除了公寓大楼管理条例施行前的8506栋老旧危险大楼，爱限期设立管理组织，嘛包含条例施行了后的老旧大楼，拢总加起来超过1万栋，罚金也为上济30万，改做大楼每一户上悬20万，还会当按盖来还。这个消息，让高雄福滨社区真欢喜，因为公寓当年来地下室漏水爱修理，不过无管委会，真侪住户即个伫丢设管委会，不过部分住户以6楼以下无受公寓大楼条例管理，无需要设管委会来拒绝。我们就可以跟这些住户说明说，因为已经有法条规定了，那如果你没有参加这个管委会的话，那可能会遭到开罚。福滨社区委托新福山社区协会理事长担任筹备会总干事，又以协助申请事项，全社区64户都爱30户同意才会使开会。本来想讲都爱过正长的沟通时间，不过即马修法通过，也互因松一口气。不过也坦白讲，若拄到产权争乱，也是所有权人一直待伫外口，无法度联络的情形，恐惊管委会成立时间会久长，公权力的强势主导协作有这个必要性。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就算讲这食酒赛车的罪行是愈来愈重，也是有人无伫咧信道。亲像台中雾峰透早着一台轿车，伊驶真紧去弄着军用的拖拉机，造成轿车顶头一个人死亡，一个人重伤。其中一个酒测的结果是超过标准的。另外，伫高雄也有一个民众已经食酒赛车去互掠着4届啊，即摆佫去互掠着，因为伊惊去互关，坚持唔做酒测，甘愿去互罚18万。车祸现场白色的轿车弄甲脆，车内安全气囊变开，引擎甲各种零件散规涂骹，安全岛的行道树也弄断去，可见弄甲真大力。当时路的也有一台军用卡车往哪去改掉。我们的救护车，我们有随行的救护车嘛？我们救护车先帮忙送医。所以你们看到是2个都已经在车外了。对。日是透早4点外，陆军十军团234旅进行建备计划演练。军用卡车经过台中雾峰宽和路一段，去互白色轿车为后壁弄着，军方无人伤亡，毋过轿车顶2个人飞出车外，一死一人伤。警方表示，军方驾驶酒测达失灵，自用小客车4次的查甫人抽血酒测达超过标准，死亡4黄的查甫人酒测达有待法医检测。因为现场无监视器，专案由警方在调查中。部队在执行任务训练期间，有车辆由后方追撞，目前事故原因由警方调查厘清中。自小客车车上有黄男及徐男，2男因喷飞车外，所以现在正在查证其驾驶身份。啉酒赛车情形也出现伫高雄。昨日暗时，一个姓谢查甫人驾驶小货车违规去互警方拿查，落车了后，规身躯拢交酒味，不过伊拒绝酒测。直接去测吗 ？OK， 好。稍等一下。姓谢查甫人讲，进前已经有4届记录，各互判刑过。驾照的因为安尼互吊销，即天因为拄下班搁啉酒，无想要搁互关，所以拒绝酒测，选择直接互还。该男子告知警方，他驾照已遭吊销，并且有4次酒驾记录。上一次已遭地方法院判刑4个月执行，所以向警方拒绝酒测。
警方最后依照程序将小货车查扣，开9triệu 18萬的罚單，佫強調會持續針對啉酒賽車的疫區加強處理，才會當保障民眾的性命財產安全。記者綜合報道。善心好德的陈淑菊阿嬷对少年到即马伊家卖菜所赚到的钱拢捐出去，说变佫是真出名的人。不过即马所有人就是来甲无名早生要骗钱，即马佫有人利用伊的名机开面册卖作业。陈淑菊阿嬷也烦恼讲有人会去互骗去，已经报警察处理啊。面册走出陈树菊，正是出现爱心菜贩陈树菊个人面册，也佫有2个卖奖专家。未少面册社团佫甲伊有连结。毋过72岁树菊阿嬷二是出席大东县政府以及主管会议的反诈骗宣导，对外界公开说明，伊不要用电脑，也不要用手机上网络，哪有面册家己也毋知影。也有人透过面册顶悬资料电话、卡电话爱翕公益广告。树菊阿嬷呼吁大家毋通安尼就相信面册顶悬有关伊的消息。那时候在手机上面有脸书了，说要找陈淑菊阿嬷拍公益广告，还是做什么？我要马上报警，因为我没有授权给任何人。树菊阿嬷烦恼有人会冒用伊的名机伫网络拨款，大东县警局已经成立专案小组调查，呼吁民众若出现利用陈树菊名机拨款的消息，千万唔通捐钱。目前我在台东这边，我还没有遇到类似的案件。那这个案子有没有造成损害，也是我们后续要再做清查的部分。进前伫网络社群平台也捌发生真侪件诈骗集团用假做款务广告，让民众爱心借机会骗钱。县警局强调，若冒用别人的名甲相片成立面册，不止可能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若有金融交易的行为，可能佫触犯诈欺罪等刑法。记者综合报道。全观众朋友来关心国际新闻，讲到罗西亚惹动干戈了后，乌克兰国内也开始听到爆炸声音，因为首都基辅车路是大塞车，可能是民众赶紧要去避难的关系。附近国家也烦恼讲，这战争的战火会拖到因遐去，人道团体也开始惊讲，这战争的难民会走去附近的国家。乌克兰首都基辅车头附近大马路塞满要向西部离开的车辆。伫俄罗斯参战了后，乌克兰真侪地区拢听到爆炸声，嘛引起多人的车潮。乌克兰的危机和附近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加立陶宛，还有波兰，第2是正式启用北约第4条款。北约的成员国伫领土完整、政治独立，也是安全受到威胁的时阵，有权利展开甲北约的协商。而当地居民嘛烦恼，真势若是进一步恶化，会产生骨牌效应。俄羅斯有可能伫攻擊烏克蘭了後，把目標轉向因。Visas vakarų pasaulis, visi normalūs žmonės mes turime pasakyti, kad ne, tai, kas vyksta dabar Ukrainoje, turėtų liautis. O kalbant apie savo šalį, kalbant apie Lietuvą, Latviją, Estiją, mes taip pat pergyvename dėl to, nes kiti galime būti mes. 波罗的海国家的居民认为，虽然国家伫北约的保护之下，也无法度阻止俄罗斯的侵袭。人道团体 NRC 挪威难民理事会是烦恼战争的爆发，会予数百万人受害，当时有可能爆发难民潮。大批乌克兰人有可能走去隔壁国家避难，上辛苦的是要经过战争，即马挖苦养老金生活老大人难民。If the war comes, it will result in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new displaced people. Some will displace inside Ukraine. Many will go as refugees to Poland, to Romania, to Moldova, and to Russia. And they will be in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s in a freezing cold temperature. NRC 数据显示，2020年乌克兰需要援助的290万人内底，有130万人生活伫政府控制地区，另外160万人生活伫毋是政府控制地区。这人大约有3成是老大人族群，也可能正做这场战争危机内底受害上深、上需要协助的族群。公司新闻台是唐平玉。即马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拢表示讲，会针对罗西亚提出经济制裁手段。另外，也有风声讲，咱台湾也会加入用半导体出口管制来制裁罗西亚。不过，这部分外交部和美国拢也未来证实。国内有业者认为讲，台湾出口到罗西亚的物件是诚少的，就算加入制裁，对台湾的半导体出口影响也无讲介大。
俄乌紧张局势升悬。美国外交政策期刊报道，拜登政府要透过制裁痛击俄罗斯经济甲科技产业。要争取亚洲经济强国支持，传出已经摕到台湾、新加坡甲日本的力挺。台湾因为甲美日战略合作，有希望祭出半导体出口管制作为制裁手段。We will escalate further using additional sanctions and export controls, which we've yet to unveil, but are fully prepared to implement with allies and partners across the globe. 外交部我们会持续密切的关注乌克兰情势的发展。并且我们会跟美国，或者是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来紧密的协调，采取适当的因应的作为。目前美国也无公布进一步制裁，不过若台湾要加入。依照财政部公开资讯，110年台湾出口俄罗斯上济是电脑设备，差不多是3.7亿美金，过来是电机甲机械，半导体所在电子零组件有3000万美金。甲类别全年出口比占无到1%，台湾业者表示影响不大。有影响，但不是全面的，那毕竟在我们的供应链的比重来讲，还是相当有限。那么以去年的1到11月份来看，那么俄罗斯是位居台湾半导体出口的第35个国家，预计对于台湾整体的出口，那么并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影响。台经院分析，台湾半导体上主要出口国家也是以美中、欧洲甲东南亚国家为主，管制出口俄国对台湾影响不大。不过，若安尼做，按算对台湾半导体国际能见度有提升的效应。在美日联盟当中地位相对也较稳固。台积电指出，若政府决定管制出口俄罗斯，会遵守法规配合办理。记者综合报道。世界卫生组织伫昨宣布讲，要伫南韩设第2个疫苗技术转让中心，训练各国家己生产 mRNA 疫苗。另外，受到加拿大影响，美国也有拖拉过车队，要去到华府抗击疫苗含挂喙暗的强制令。世界卫生组织选定南韩成立第2个疫苗技术转让中心，训练中继收集国家生产疫苗甲疗方，各种对抗新冠疫苗计划扩大到另外5个国家。这位自2021年已經在南非開普敦成立第1個技術中心，訓練產車或者是中繼收集國家的公司生產 mRNA 疫苗。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has offered a huge facility that conducts biomanufacturing training locally. And will expand its operations to accommodate trainees from other countries. Producing mRNA vaccines poses some barriers to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including their costs, the fact that they require a cold chain that's difficult, and expensive to implement. 法国药厂赛诺菲甲英国药厂格兰素史克23表示，会向美国甲欧洲监管机关提交共同研发的新冠病毒疫苗审核计划，希望能得到授权。虽然已经比其他竞争对手慢将近1年，根据赛诺菲声明，这款是长辈级疫苗，技术上比 mRNA 更加进一步。第3期人体试验受试者数千人，自所研发的疫苗了后，对防止重症甲断医100%有效。主办2剂的防护率是57.9%，对中度、重度染病患者保护率是75%。目标锁定做疫苗对家的市场，加入莫德纳、辉瑞、BNT 的竞争当中。另外，受加拿大货车司机反疫苗抗争影响，美国加州一名货车司机也已经组成所谓的人民车队，23出发要去华府抗争，按算3月初5到位，呼吁废除疫苗强制甲催暗令。My main message is freedom. Of course, you know that covers pretty much everything. 目前也无清楚偌济人会一路到底，不过因承诺只是表达诉求，未闹事。国家大厦已经核准部署700名非武装国民卫队应变。顶个月底，加拿大货车司机拒绝跨境疫苗令，200多红色米加无疫要到大西桥，2个暴血甲民众生活受冲击。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宜兰县长林姿妙牵涉到土地贪污弊案，其后检调约谈2届，落尾是以80万交保，伊的第2后生是以200万交保。今仔日林姿妙召开记者会发冤枉，伊目屎流目屎滴，佮甲伊的后生查某囝会实的，讲是去互对手攻击，全是因为年底选择。儿子，你要妈妈没有保护到，你很辛苦了。
讲到亲人，宜兰县长林姿妙靠家向囡仔回信哩。林姿妙加入土地贪腐备案2摆被约谈，80万交保，而后生林佑德200万交保，查某囝林一玲无报请回。林姿妙交保了后，第一摆公开露面，指控和对手攻击无误。许多铺天盖地且细腻的操作手法，延伸各种污蔑，不是事实的舆论，不但严重影响芝庙的名誉，却有人天天待在高级的会馆里，成天的饮宴招待，瞧事情不用勤跑基层。县长，你会觉得这是一个政治追杀吗？林姿妙暗示有人伫高级会款请客敲代志，但是外成果，轻松面对年底选战。民进党宜兰县党团质疑林姿妙无好焦点，要求对外说明。国民党继续声援林姿妙，指控执政党前科累累，呼吁司法唔通作为国家机器。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任何一个民主国家是在选前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针对可能参选的人，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呢，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好。民进党立委审法会议时，别项检调所在林姿妙徛假时阵，发现一个保险箱无被查扣，唔知内底是现金还是金条，互林佑德提走。宜兰地检署讲是无影代志，国民党当为回击。这样凭空污人清白是非常无耻的做法。审发会如果还有自觉，就应该自行处分。下台道歉。林姿妙声称，到年底结束可能拢无法度行清白。党内有选前换将声音，传出前县长吕国华被点名被电只手，不过国民党目前也无针对县市细部讨论。林姿妙要拼连任，不过列为贪污案被告，也牵动宜兰县长选战。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创新投资负责人向心英翁仔某牵连到王立强的中国间谍案，去互检方用涉嫌违反国安法侦办。虽然落尾是无起诉，不过因搁再去互指控讲和中国的国泰集团合作涉嫌洗钱，去互检方起诉。今仔日一审判决出来也判因2个人无罪。向心翁仔某透过律师表示，感谢法院做出公正的判决。不过检方也回应讲，受到判决书会搁再研究讲，看敢是要上诉无。中国创新投资负责人向心英翁仔某，因为加入去王立强中国间谍案，涉嫌违反国安法的部分，虽然判无起诉处分，不过主要是去用指控替中国国泰集团涉嫌洗钱，去检方起诉。台北地方法院2时宣判，2个人一审判无罪。不管是向心夫妇在侦查中违反的所谓的共谍案，或者是这个洗钱案，其实都是没有犯罪事实的存在。希望呢，检察官呢能够尊重这个案子的事实，不要再上诉。向心间牵手经称，红指控编辑知影中国国泰公司非法诈骗，主要是互对方买因兜的股票，来协助洗这的乌心钱。因若卖股票的钱，甚至还阁摕来台湾买厝，违反洗钱防制法。不过协议中认定讲，这对翁仔某无法度知影国泰公司销售的业务涉及违法，甲买股票的资金来源有问题。而且股票交易嘛无合理绑架情形，用卖股票赚的钱来台湾买厝，嘛无法度认定讲是为着要闪过查扣，所以判无罪。你要认定他是帮忙洗钱的话，你要认知到说，你目前接受了这些金钱，其实他是犯罪所得。检察官提出的事证还不足以认定他所主张的犯罪事实，所以就判龚清跟向心无罪。虽然洗钱的部分一审判判无罪，不过专案也未定限，法院考虑向心因翁仔某2个人是香港人，所以持续限制出境甲出海3个月。针对判决的结果，检方表示，等收到判决书了后，再搁研议敢是要提起上诉。因若向心加入去王立强中国间谍案引起的风波，因为罪证无够，防判无起诉的部分，高检署认为台北地检署无理清台湾甲澳洲之间司法互助的代志，已经发回台北地检署继续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有一间真出名伫咧做西饼的公司，真正去互人亚讲，因有剥削移工的情形。目前案件还阁伫咧调查，不过申诉移工说是无法度去换头家，经济出问题啊。台湾国际劳工协会今仔日召开记者会，回复劳动部爱先互移工去换头家，再来看这调查结果，看敢是要处罚这本地雇主无。地
知名的礼饼公司荷兰亚康讲北下移工案件又搁咧调查，不过投诉移工自去年申诉到大，唔那袂当转换雇主，嘛无工课通做，生活出现困难。一般的本地的劳工可以有失业补助，可以赶快再去找工作，他们就得苦苦的在等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有结果，然后这段期间完全没收入。因为公司跟中介一直给我们压力，有很多人那个感觉太累，有压力，还不知道要等到多久，会有什么结果。然后他们决定退出申诉。法律那亲像咧处罚受欺负的人，体外表示，照目前的就业服务法规定，违法的雇主要等到地方劳动检查处分了后，劳动部才通撤销移工的骗雇。不过因过流程拢拖真久，像这个案到达已经5个月，因也是等无转换。立委柯显智认为，劳动部应该在出发结果决定进前，先让移工转换。每一天过，弄那无薪水啊！遇到这个二老板的情况之下，一个一个都投降嘛，我哪里动得了？那我投降，然后换取这个二雇主去同意我说可以转换雇主。那是这样子吗？立委批评劳动部应该简化调查的程序，家己用调查权来介入。不过劳动部是表示，因为行政分工的关系，目前也是要等地方政府调查的结果。确实若调查出厂商违法，会赶紧在3月中左右解除移工的骗雇许可。记者陈亚文、徐凯台北报道。有渔民甲民间团体早起去到行政院抗议，讲已经施行的中华风场航道航行指南，限制因这个渔民呢是伫咧小范围的内面，敢若会当伫遐掠鱼。批评政府是为着要推动力量，确保航道，出来牺牲渔民的权益。交通部航工局表示，会继续沟通来收集意见，互两边拢会当兼顾一条。伫中华花边的综艺开闭所，去年11月份正式启用，梨花风电传输进化。经过这位中继站，将电力并入全国电网。捍卫渔权，保障航安，蔡政府大力推动梨花风电，不过早起有彰化渔民来行政院抗议，批评已经实施的彰化风场航道航行指南，限制因伫两座风场中间，敢若会当伫东西两边甲外海近花航行区通行，中央的分界线甲两边的南北向航啊路，袂使进行渔业行为，批评政府是消灭渔民。现在又规划航道，渔民就没有渔场可以捕鱼了。航港局等同消灭渔民，剥夺渔民的生存权利，财团得利，渔民不能生存。民间团体指出，彰化风场航道只是开始，烦恼为了配合第3阶段梨花风场开发，航港局会阁提出南北通行航道，安尼恐惊予西部渔捞作业大受影响。彰化风场这个2例一开的话，就会让整个这个西部近沿海的渔船跟渔民都没有办法再继续他们原本的这个作业哦。交通部航港局表示，在实施航行指南前，已经会同渔业署拜会各地区渔会，后续也办理6场渔民说明会，最后采用各方面的意见才制定的。对彰化渔民的无共声音，会各开会讨论检讨，并强调梨花风电是国家重大能源政策，也是希望会在确保航行安全的情况下，阁会当兼顾力量甲渔业发展。记者综合报道。人讲好无十全，歹无加两，有一好就一歹，绝无两好来相排。教育部伫昨暗宣布讲，有甲各县市开会达成共识啊。未来高中生一礼拜有4天，早起8点10分到学校就好。早自修甲第8节课拢是袂当考试的。不过有私立学校的校长表示，这家长甲囡仔塞来读私立的，就是希望讲会当加强训练。想袂到即马有真侪限制，可能会影响到学生的表现。听英文广播写测验卷，所有大同高中的学生，每礼拜有一天早自习时应听测验，无算入成绩，不过大部分的学生拢真认真。平常早自习做的事情的话，你就算把它减少了，他有那个事情，你还是得要来。
4号考试制是真平常，不过配合教育部政策，带动1礼拜有2天，让学生伫8点10分进前到学校自主学习。如今教育部宣布9月开始，1礼拜为2天变4天，而且并实施学业成绩评量。校长邝定明伊承认，早自习甲第8节名考试家长委员，尤其是自由班的家长，难免烦恼囡仔升学表现受影响。学校呢，针对比如说人文班、人科班的孩子，我早自习的开始就能够安排时段，甚至第8节的课辅，还有夜间辅导，都希望学校端给人文班、人科班的这些学生给一点支持跟协助。4号校长希望教育部予4号1点小小的空间。新北市安康高中校长谢金城是承认，早自习小学学生在上课进前应安定心心，有顽强作用。教育部无便讲，不过其实因讲是废除早自习，烦恼学生无自律，赶伫8点10分到会，学习态度甲学习精神无好。那晚睡的话要晚起，那就会变成早上第1节课精神不济啊。其实我们现在就已经有不少学生他是。也是8点才来的，好像已经有这种情况了。因为安康是完全中学，谢金城讲，高中8点10分到学校，高中7点半，地理上也有困扰。因为教育部颁布新政策时阵，应该爱多方面考虑，建议新政策先试办1学期，检讨成效，再决定是不是要继续。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做老师，伫咱人生当中，甲咱贴一装一下。不过，这老师的资源要安怎传，才法度制作双赢呢？根据着国家基建发展法，今年9月开始，本土基建课程就要列入去国小、高中，还有国中这3个学校，这个3个学级内面的课程。根据统计，目前本土基建老师有35%是教学资源真悬，这教学资源真悬，因的薪水却是真低。而且佫无稳定，伫今仔日就立法委员召开记者会，希望相关部会就要赶紧来改善。你这样想想看，我们现在1节课是320，国小的部分是320，其实是没有办法支付我们所有的生活费。李碧晶伫新北市的4间学校做本土基建的教学资源老师，无算是学校的正式员工，薪水的部分是领点钟的。像李碧晶这款的教学资源老师，大概占整体本土基建老师的35%。我是有4间学校，可是有一些老师只有1间学校的呢。教学资源老师的钟点费，关注文具的部分，国校1节360块，国中400块；台语、客语伫国校是1节320块，国中360块。李碧晶就是这类。但是以李碧晶的状况来讲，1礼拜16节，1个月4个礼拜来算，本土基建教学资源老师1个月薪水差不多2万块左右，比基本工资更加低。所以咱无出勤就无收入啊，所以咱的寒暑假无，国定假日。休困咱嘛无，风台天咱嘛无。我们的确也在研议教资人员他的终点应该往上调整，还要透过跟地方政府共同讨论之后，最后才能决定调整多少。根据国家基建发展法，今年9月开始，本土基建就要明确列入国校、国中、高中的课程，相关的师资敢有准备完成。教育部表示，目前正在过点各县市需要教师人数，也正在积极培育相关的师资。记者郭本长随台北报道。清华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讲台湾国小囡仔近视的比例有较悬，真有可能是课本内面的注音符号伤细致有关系。敢是安尼生的？咱做回来了解一下。掀开国小2年的课本，想要看清楚内底注音符号，确实无这么简单。清华大学教授组组会研究团队指出，对小学生来讲，注音是学习心理上重要的符号。有特要看清楚，会更加挖近距离去看册，这真有可能就是真侪囡仔近视的主要原因之一。国字字很大，注音符号很小，大人们啊，对不对？国字我们都认识啊，但小朋友不认识国字，他必须被迫去看注音符号。注音符号小到变成什么？国字的1/8啊！小1、小2就要靠很小的注音符号来学习，注定我们会近视，而且近视会是全世界第1。眼科医生表示，依照目前多元教学的时代，学生读册的时间比过去更真多，但是课本伤过细腻，对囡仔的目睭确实真吃力。对于我们这个学龄的儿童来讲，阅读是不可或缺的啦。那有些比较注重升学的学校的话，考试
写作，还有阅读，这个都是重点的一个教学的一个课程。那如果我们的字体都很小的话，这个近视一定会一直加深。今年过年假期长，再加上疫情的关系，真侪人伫厝内使用3C 产品的时间嘛增加，造成目睭无爽快。医生特别提醒民众要有适当的休困，才袂去影响目睭的健康。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有人讲世间讲就是食薰甲分芳。根据着国健署的统计，这2年通报可能是受到电子薰的损害，造成因肺部有伤害，个案就6例，其中上介细汉的敢若16岁尔尔。行政院于今年1月通过《薰害防治法》修正草案，全面禁止电子薰，也甲台湾禁止食薰的年岁对18岁以下移管到20岁以下。国健署是希望立法院支持修法，赶紧会通过。电子薰因为无臭味，无亲像纸薰，薰遐尔高，而且会当经无共口味，声袂招少年囡仔来食。根据国健署的统计，大专校院学生囡仔使用电子薰的比率，对107年的2.5%，到109年已经升起来到5.4%，增加1倍较加。医生烦恼少年囡仔的脑部发育、情绪控管甲注意力受损害。传统薰的迄个尼古丁，即马电子薰内底嘛有人加伫内底，啊，佮有一点啊，迄个致癌物质有可能影响到人的呼吸系统啦，啊，有当时啊上课袂专心啦。医生指出，电子薰有丙二醇、甘油、尼古丁甲其他化学品，认为业者常常宣称电子薰简单是在使食品的添加物甲香料，不如个薰油的成分来源不明，也欠毒理测试，建议要是莫食。也那国健署是希望立法院开议的时，赶紧通过《薰害防治法》的修正草案。修法的重点就是讲，咱的电子烟全面拢禁止，啊，伫食薰的年龄于18岁提高到20岁，啊，伫即个所有的校考内底，啊，拢专门拢禁烟，啊，包括咱即个幼稚园啊，啊，是托育中心。其实，在110年8月31号，我们教育部已经将新兴烟品的防治列入各级学校烟害防治实施计划里面来加以推动国健署表示，《薰害防治法》实施10多年来，唔捌修正过，违法卖电子薰的设备也简单罚1000到3000，认为执法有难度，希望赶紧修法，保障少年辈的健康。记者阿敏晶、郑派文台北报道。讲到服装是当代表一个族群的文化，台湾即阵也有14间瀑布馆联合起来，因伫网络顶头开一个展览，甲家己收藏的这个服装也个文物摕出来展览。这内面呢有这100多年前的衫裤帽、书证的文物，咱做伙来看这个正特别的服装展览。小心细腻拍开这领对金仔衫，敢有发觉？桌仔顶的文物拢是同款拿紫色的，因为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最近发起一项网络博物馆时装周的活动，2022年代表色春仔花拿就是主题。阮就邀请国内一寡博物馆总共有14个博物馆的小编，主要就用这个拿紫色大家就来挑选博物馆内面甲这个拿紫色有关的典藏品来做展示。参加串联的博物馆，小连续带出因的文物，有服装、有腰带、有破链，嘛有400年前的琉璃珠。屏东海参馆带出的马粪海胆，拢呼应拿紫色的主题。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甚至利用插画马道穿插来展示，佮教你安怎配，这个历史文物看起来目真死镜。对清朝日本时代甲战后。大家就是男性、女性所穿的拿紫色的衫，佮加佮有一寡配件。对14万件收藏内底，挑选出无同年代的文物，每一个拢有故事，要小连续带出5天。因为疫情，去年博物馆的游客落3成，线顶甲网络成做另外一个展示文物的舞台。记者邓阿文、赖伟做台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基隆到新竹对14度到18度。
苗栗到云林对13度到22度。嘉义到屏东对14度到2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5度到2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8度到16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